咸奶拢无啥反应啦。啊，咸在反应啊，咸在反应啊，你反应啊，你反应啊！哇，真妖！宾哥，你是阿和啦？宾哥，你哪咧讲人啦？阿和啊，宾哥，你甲你滚生笑的啦。哦，你来这有什么代志？哦，对啦，算唔知吼，张哥佬来伫客厅咧等你啦。等我。张高佬，啊，这个张大我足久毋捌看到伊个人啊，我足想要来甲伊开讲者。哦，紧去吼，歹势，这是单行道，来要去客厅吼，伫后山踅倒过。歹势，人伫河仙谷住的是仙境的所在，你当做河仙谷住的是伫大寺后壁迄巷仔转单行道。无法度，今日才规定的，吼，先讲对无？对啦，宾哥，歹势，这我定的啦，我煞叫袂去，咱吼为遮去啦。宾哥，随我来。哦，仙姑带路。这。哎呦，好咧加载，遐么闹开。什么代志好到家在迄马闹开啊？无啦，乖哥啦，无啥物代志。对啦，我安尼吼，甲你掠人，甲你落，你会以后较爽快吧？哦，真正加真爽快。哇，看袂出来讲你的镜头功夫搁真好咧。哎呦，迄小可代志，我遐功夫要真济咧。安尼哦我遐干冰甲你两夫。什么原来实情找我拢错错啦。歹啦，我休困规工就好啊。我看你的样，我直惊起来。你哦，甲宾哥拢共款，有够无意思。卡！喂！我甲说，我甲伊共款。我甲你讲哦，我心中甲你警告。伫我面头前，你莫甲我提起来什么咧宾果。若无吼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好啦，莫生气啦吼。好啦，你莫在遮，莫在责我啦。我家己坐在遮就好。安尼哦，我咧讲哦，你若要去倒来甲我讲一下吼，莫爸走去。无，你即摆是你讲啥物啦？你莫甲我当做是安怎？我即个讲当做我开骹破相。我是拜骹啦，但是我毋是囡仔，我会行会走啊。我要去倒来，就搁甲你讲。拢是关心你嘛。好啦，我要去倒来才甲你讲就好啊。乖哥，我要来走啊。好。你寂寞吗？对。不会无。安总，你受不了。公公，是你啊！感谢阮公救命之恩。有啥物代志啊？别讲，慢慢讲我听就好啊嘛，哦。来，干杯！哎，确实赞。你甲想看嘛？咱这老朋友吼，真久拢无安尼坐做伙，好好啉两杯啊。尤其今仔日吼，会当伫咧仙姑的厝诶，啉伊吼亲手所结的酒，实在有影太欢喜咧啦！来，加啉两杯，这嘛代表吼，仙姑做人真正较实在，所以讲咱北仙毋则大家拢对遮来，你讲对毋对？无影啦，是逐个吼无去嫌，你会当来我遮吼，我实在足欢喜，足荣幸的。仙姑，你若讲阮无气嫌，安尼你就讲毋对咯。我甲你讲，你是咱八仙内底唯一的查某呢。啊，当阮大家无听你，都咧惨死了，怎么搁甲你气嫌？安尼哪会对？你甲想看嘛？你讲，咱八仙内底啦，除了你上水伊是我，要若无吼，就是摆开；要若无，就是寡老花啊。毋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讲。有两位老前辈啊！哦，爱讲哦，较差不多。来，啉者。厂长，你是啥物代志？哪会吐大气？来，这个啦。哇，是你想着讲咱八仙呐，伫咧这个凡间
大家是学了甲会得一个新鲜呢。啊，你甲看啦，即马咱八仙内底当中，就有人安尼意见袂合，啊，搁要来冤家相骂啦。咱八仙的名号吼，从今以后吼，会伫咧即个凡间消失。上主啊，你即摆伫即个摊头内底咧讲即个话，明明就是咧讲我甲你托管两个人嘛。哎哟，大家拢知的啦，除了恁两个以外，无是还佫有啥？你若知影，若伫咱这八仙的内底，我陆洞宾的个性，我会用讲上温和。你若莫来惹我绝对袂去惹你。啊，若你托管伊毋是啊，伊迄秘书敢若粗霸王咧啊！伊了了就要来惹我，你讲我会生气啊？袂生气？你安尼讲是无毋对啦，啊，咱大家拢也知影迄个个歹的啊，脾气有够歹，着了我就要发脾气，啊，你着了我让的就好啊，甲这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，你讲对毋对？对啦，啊，尤其吼，大家拢老朋友啊，也无啥物通好计较，咱尽量吼，啊，日子放互伊较清闲咧，莫伫遐找代志做。你像安尼，大家吼有闲啊坐做伙，好好啊啉两杯啊，毋是足欢喜的，对无？哥哥啊，啊，他即摆是咧讲正经代志，你搁讲去啉酒去？酒嘛是爱啉，正经事嘛是爱讲啊。你甲想看觅啊，当初时咱大家伫凡间，伫咧做凡间的人的时阵，一心一意想要来得道、修道，互伊成仙。成仙了后，才有来帮助一寡凡间痛苦的人，互因过着幸福、快乐的日子。啊，咱今仔已经成仙啊，你著看觅啊。啊，做仙了，煞偏偏有人伫遐咧个性袂合，伫遐搭来搭去，安尼哪有啥物意思？啊，咱家己都袂合，是安尼有法度帮助即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对无？搁再讲吼，上界主要就是讲，咱家己吼一定要先好，好了后，才有度帮助凡间需要帮助的人。哎哟，哦，我毋知影讲，咱哥哥啊，干那啉酒尔，毋捌啥物代志。哦，今仔讲安尼，我真欢喜咧。但你意向是拢当做我干那会晓啉酒尔啊？无毋对啦。虽然讲吼，这酒是我的知己，也毋过吼，我更加捌道理哦。啊，来，大家吼捧一个杯仔咧，甲李东斌敬一个吼。恁个敬我。对啊。这杯吼，大家敬你吼，会当甲这个拜的吼，安尼两个永远好好，莫搁伫遐冤家。哦，爱你无？赞，来，到。哦，安尼我了解，原来你就是一个好花精。啊，阮公啊，讲正吼较歹听啦，讲仙子好无？哦，若要讲仙子，你还阁无到迄个程度，你的道行呢，还无够，还阁需要修炼。这我知影啦，所以吼想要请阮公你助我修炼啦。啊，我可能较无法度。哈，为什么咧？因为吼，你是好仙姑厝内面好花伫个好花啊。啊，若要你今仔日想要做仙子，完全是受了这个仙姑的这个影响啊，所以呢，一定需要仙姑来甲你度化。啊，毋过我毋敢去见仙姑啊，我嘛毋知影讲伊会甲我斗相共无。那这啊，做你放心，我会考虑吼仙姑来甲你度化，互你做一个仙子。真是咧哦，多谢阮公。姐姐啊，行好哦，吼。有人来，你小心。哦，是。哎呦，bingo啊，就是都房间休困到我出来才创啥啦？袂当，我即阵出来就是要找你托管。啊？你的意思是要找我，搁拼一团？你的意思是要找我，搁拼一团啊？伫当时啊，你伫遮哦，我找你要拼，我都无咧食饱活，还讲找你要拼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你真早就住伫咧仙姑的厝诶。哦，原来你是无要甲我拼，要来甲我会死咧就对啦。我甲你会死咧，歹势，若讲你甲会死咧，才甲差不多。无你陪伫咧上咩？我甲你会死咧。
啊，无敢讲倒来，我甲你会死咧，啊，哈！真正要安怎的款哦？我要安怎拢不要啊，无要紧啊，无要紧啊。等下啦，炳哥啊，快哥啊，人炳哥意思是讲吼，大家拢是好兄弟啊，对无？以前无爽快的代志吼，拢放互袂记哩啦，重新再来。我袂当。我若甲放互袂记，我以后想要找啥物人讨啊？迄是你家己的功夫练无够，家己去闪着。你笑要死哦！我甲你讲，你若无甲我比功夫，我以后会去闪着，完全你害我的啦。啊，无要搁拼一个就对。来啊！这拼袂袂就来啊！来啊！我咧听啊！啊！叫人哦，来这个人紧出来啦，我走袂掉啊啦！哎呦，呀，伤脑筋啊，伤脑筋！这个拉菜河呢，要将这李洞宾啊，甲这个李托怪因两个这个恩怨吼，要甲化解啦。啊，毋过哦，这个李托怪又要叫拍着伤呢，伊真毋甘愿。啊，这拉菜河，敢法度将因两个恩怨甲化解，甲疏互伊呢，真正伤脑筋，毋免伤脑筋，马上搁看咧你就知。